褲，即係呢個短褲款啦，其實佢個長度咧只係膝頭哥對上2寸，就算你着翻工咧都絕對冇問題嘅，唔會話真係太短咧太 sexy 嗰種。最重要咧，我好中意咧因為佢最靚嘅地方就係佢入邊係褲啊嘛，唔會豆波嘛，但係佢個面咧做咗2層 cover， 係啦咁樣，不但令到成件事有個 layer 感，咁呢啲 cover 一定係真係布林啦。但係望落去咧，又以為自己着咗條裙喎，後邊都係㗎。後邊都係有個 cover 喺度㗎，平時咧就係前邊有一個 layer 㗎嘛，後邊就褲㗎啦。如果後期係褲咧，咁就大鑊啦。個 pat pat 點算咧？即係晒出嚟就大鑊。佢幫大家遮埋個 pat pat，唔需要擔心。平時冇咗呢塊嘢就大鑊㗎嘛，遮埋 OK。咁同埋咧，佢特登做翻個長短腳，係啦，即係唔係平腳咁滿啦。咁呢個咧基本上咧，你點樣着佢都冇難度，因為佢係全圍橡筋側邊拉。好闊身全圍橡筋，基本上呢條短褲咧，細中大碼客咧都絕對着到嘅。咁再加上咧，左右有2個袋，而2個袋個設計咧，依邊咧係平口嘅，依邊係有個袋口位嘅，嗱2個特色位咁樣嘅。咁啊，你總之襯高踭鞋翻工又得 ，casual 波鞋涼鞋都冇問題。最重要就係同能咁，同埋呢個布係咩布咧？用第二隻色 show 俾大家睇，係超爽滑嘅風褸布料，涼爽，唔需要拖防皺質落個行李櫃衣櫃落去都唔需要擔心。咁呢啲咧就係穩陣款，所以間工廠出咗4隻色。你咁樣着咧，我以為一套㗎。係嘛？所以我啱啱咧一開始嗱講明啦，我而家唔係套裝，因為啲客突然間都以為成套買㗎嘛，唔係啊，分開嘅。咁呢一啲咧，即係有時都要分開嘅，有時要，因為套裝有啲客中意，有啲唔中意嘅。逼住人哋買套裝唔制啊，咁咧呢啲，所以呢啲 CP 值呢啲都 OK 㗎，因為你買咗一條，你襯任何上身嘢都得啦。咁同埋佢啲顏色幾好，我幾中意呢一個咧，光綠色 ，OK， 咁啊一個光綠色，其實你上面襯杏色啊、白色啊、黑色啊都冇問題，大地色係啦，呢個卡其，然後灰同黑就黑色一定有客諗住嚟買嘅，OK，4隻顏色，好。